为将基督福音传，受访也甘愿，来到河北，受阿华你的帮忙，互我台湾话进步真紧，也开始传基督的福音。这是你认真学的结果啊！而且，我甲你不时讨论圣经的奥妙，嘛真有意义。即马河北信徒也愈来愈多。今仔日天气亲好，我想要来去网家传福音。一府二鹿三网家，这网家是北部上闹热的所在，但是迄边的人真拜铁外国人。我看你也是莫去较好啊。若无去好爱动，那掠会着好仔囝呢？这句话是你教我的，愈是危险，愈需要去。应该是不入好穴，赢得好主才是呀。对，安尼也会当知影当地的风俗习惯，对我以后传福音会真有帮助。但是今仔日我有所在身，不如明日我才甲你同齐去。你做你放心，我会看事办事，而且主莫帮赞我。你既然决意如此，安尼好，咱斗阵出来去，我甲你报咯。好，行来去。阿亮啊，咱头兄讲吼，最近网界治安无好，叫咱要较注意的，看什么可疑的人无？对啊，较注意。请问一下，网家要对倒去？这就是网家，头前就是上闹热的网家家啊！多谢。真是感谢主，因带我平安到网家，我就赶紧来去传福音。奇怪，这个外国人会晓讲台湾话？这可怪哦，家己伫遐细念伫后壁来去看卖咧。对，来去。当罗连讲几落声，通知几地朋友大家听。功夫若是要好，就在本地。小弟我叫做军头王啊，以江湖为生，闻知几地，地广人贤啊。小弟不才啊，练有几套的功夫，伫观众面前显个。若看好就免学咯。若是失觉差，请诸位多多指教。来，先来一段人盘，互咱大家眼界一下。大家啊，来，较摕，即摆要人盘吼，较摕较袂向牵着。来。好，开始哦。
请问一下，你这个场地还阁有要用无？敢袂使招我？哦，我节目吼拢已经结束啊！啊，你若要用哦，互你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多谢，多谢。哎，收钱哦，收。哎对，遐嘛巧的，哦，遐嘛有，行，啊，各位恁先请卖线，来，恁听我讲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报大家知啊！哎，有啥物好消息啊？哎，好，来听我话，哦。耶稣为着咱世间人的罪受苦，咱就感念伊，奉伊作唯一的真神，唔通搁拜遐插头神明呐！恁母较好咧哈，讲什么笑话啊？你想就是神啊，啊，阮仆讲就是插头，哈，讲什么笑话哈？各位啊，恁先莫生气，恁听我讲一个啊，你免讲啦，这个外国番哦，也敢来这摇舞扬威，哎呀，炮死，哎呦！你这外国番啦，哈，你上好莫阁甲我打入绑架一下步，伊若是敢吼，恁爸看一届就甲你拍一摆。哦，迄个外国番都走咯，兄弟啊，来，大家各自殊荣共享啊！好。